你回去试着练一下，好。那胖过来了，做这样，我这一手切，这一手切就是摩安手。那么我这一手切的时候，教你，切的时候，它会弹回来，不，它会弹回来，所以我利用弹回来的力量抓住，我利用弹回来的力量抓住它。你可以看，啪，切这个。我切下去弹起来，我这手进去，他会不会知道？他完全不知道，一定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我拖他，就是他要中局了，他不要往上引了，全部重心都往上引，全部的知觉都往上引，所以我的脚进去扣杆是完全没有知觉的。那么这个步从里面叫锁，从外面叫捆。巴西拳有个捆手步，几乎我看没有人用，大概就我用吧。我只有，我看市面上很少人用的。他切断的来，厉害，好细。你看啊，我不要推这个，我只推这个，这脚就断了。捆手步，我攻上攻下都可以，他完全他的知觉就被完全